然后你先來認識一下，認識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聽定音喎。第一個開戶，開戶頭，開戶頭。第二個申請書，申請書，申請書。第三個雙證件，送證件，送證件。第四個月薪，月給，月給。第五個拍照，翕相，翕相。第六個這個特別難哦，金融卡，金融卡，金融卡。你好，我係開戶頭，這是我寫好嘅申請書。有帶到送證件老人了嗎？有，弟弟。請問你做乜解而開戶？新嘅公司會發月給溶解。好，這下開戶都愛翕相，請看樣頭。好。請等一下，行好嚟會係咪？好。行好咧，這係你嘅杜金鋪老金融卡。希望你。